2026年7月2日每日靈修，有主同在，心滿意足。599沒有知足的人。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貪愛銀子的，不因得銀子知足；貪愛豐富的，也不因得利益知足。這也是虛空。傳道書5章10節。小故事。一個乞丐在縣官家門口撿了個饅頭，他高興地說：我要是天天能吃飽就知足了。縣官聽到了，很是懷疑。我做了縣官尚不知足，你吃飽了就能知足嗎？於是他把乞丐帶回家，給他洗澡換衣，好吃好喝的供養了他10天。10天以後，縣官問這個乞丐：這樣的生活怎麼樣？還知足吧？那乞丐說：知足知足。你要是再給我娶個老婆就更好了。縣官感慨道：這世界上果真沒有知足的人啊！就把乞丐給趕工作了。默想：有些人花費極大的精力去獲取物質的需求和肉體的享受，但即使他們獲得了也不會滿足，仍然覺得不夠，這就是人生的虛空。心靈的空虛需要有上帝聖靈的充滿，才能知足常樂。禱告：我們天上的父神，人生在世想要得到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，就算得着了也不能滿足我們的慾望，反而會要求更多。主啊，你說就算我們賺得全世界，賠上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麼益處呢？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？求你光照我們，曉得選擇屬天的新好福分，因為唯有在耶穌裏，才能給我們真實且令人滿足的生命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